界卫生大会今仔日开始进行会议，咱的联合国协进会宣达团甲100外个代表，伫个会前的建造活动，枪拄枪去拄到世界卫生大会秘书长谭德赛，大家就趁机会当面甲谭德赛来表达着台湾想要参加大会诉求。谭德赛是来回应讲，这盖在会员国的决定。不过，谭德赛的讲法，互卫福部长许瑞元甲反驳，讲台湾伫个2009年到2016年，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的干事长来邀请，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，嘛无通过所有会员国的投票。世界卫生大会伫咧瑞士日内瓦举办，会前的建造活动，台湾宣达团拄好拄到 WHO 秘书长谭德赛，随个包围调回，目前把握机会争取。You know, this is a decision from member states. Yeah, I know. 94? Yes. So if they vote in favor, Yes. I know it's vote. 这个回答嘛无压淡宣达团的立场，边的议员但乃有嘛小咧说叫几若声，想要甲台湾乌线的布红啊，摕互谭德赛。Human rights can be voted. This is a bear, the black bear from Taiwan. 谭德赛笑甲真歹势，骹步嘛无休喘，敢若无想要收到直接布红哈，直到落尾才提过去。不过谭德赛讲法立场敢无坚定。今年是台湾第7年无收到 WHO 邀请函，根据大会技术规则，除了 WHO 会员国会当参加，若要以观察员的身份去，需要总干事邀请函。也就是讲，这个决定权毋是会员国。卫福部长许瑞元嘛伫记者会顶背回谭德赛讲法。事实上，在2009年到2016中间，我们也获邀来这一个作为这一个 WHO 的 observer，WHO 的干事长的邀请，并没有通过所有的会员的投票。是对我们不公的一件事情，对世界的这个卫生健康而言，也是一大损失。所以谭德赛干事长应该接纳台湾，让我们台湾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。台湾受到两化政治因端，伫咧国际场合派出头，因会继续透过多元的管道，希望当互国际听到台湾的声音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